補貨。第一部分，如何從預設倉庫補貨。打開 POS， 點擊倉存，點擊頁籤補貨，點擊新增。喺輸入框輸入商品名稱或者 SKU 編號，按回車選擇需要補貨嘅商品，點擊右上角新增，輸入補貨數量，按需要填寫備註，點擊確認。確認之後，系統會由預設倉庫調貨到當前門店。倉庫職員完成出倉之後，進入倉存嘅入倉頁面，查找對應嘅入倉資料，點擊右側圖示完成入倉步驟。第二部分，如何設置自動提醒補貨通知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點擊編輯模式，點擊隱藏顯示欄，滑到頁面最底，喺庫存選項入面開啟更新庫存同採購庫存量，揾到需要設置嘅商品，將頁面向右拉，喺採購庫存量欄輸入採購庫存數值，黃色高亮就係修改咗嘅資料。確認無誤之後，點擊右上角現在更新，核對修改內容正確後，再點擊右上角立即更新。更新完就代表修改成功。假設顧客買走5件商品，呢款商品嘅庫存就會等於或者低於設定好嘅採購庫存量。POS 系統呢個時候就會自動生成一張補貨單。點擊倉存，點擊補貨，進入補貨頁面。頁面可以查閱出貨倉庫、當前庫存數量等資料。出貨倉庫係 CMS 預先設定嘅地點，輸入需要補貨嘅數量，點擊確認。補貨單生成之後，要執行出倉步驟，返到主頁，點擊左上角3橫，點擊設置。喺店鋪清單切換店鋪，去到出貨倉庫，切換完成。點擊倉存，點擊出倉，進入出倉頁面，喺出倉記錄清單揾到對應嘅出倉單，點擊右側圖示進入單據詳情頁。頁面可以查閱目標倉庫、計劃出倉數量，喺實際出倉數量輸入框填寫今次出貨數量，核對資料之後點擊確認。彈出提示視窗，再點一次確認，完成出倉，單據狀態會更新為已完成。出倉完成之後，執行入倉步驟，打開 POS， 點擊左上角3橫，點擊設置。喺店鋪列表中切換店鋪至入庫倉庫，點擊倉存。喺入倉記錄頁面揾到對應嘅入倉單，點擊右側圖示進入單據詳情頁。頁面可以查看出貨倉庫、計劃入倉數量，喺實際入倉數量輸入框填寫今次入貨數量，核對資料之後點擊確認。彈出提示視窗，再點一次確認，完成入倉，單據狀態會更新為已完成。